高武汉肺炎的疫情嘛严重影响到咱的观光生意，特别是饭店的业者无米兼润滑。桃园出名饭店的头家讲，本地主要的人客拢是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，因为航班变少，机组人员嘛对咧减少。2月份甲打算的晚5000间订房拢已经取消，大房率减一半。另外，餐厅的方面，春酒订到减差不多300-400桌。怨叹讲过去 SARS 嘛无遮尔严重。飞轮机的工作人员挂喙暗，一个旅客到饭店就要先量体温，做好防疫的工作。饭店的人嘛唔敢放放风，房间甲巷路拢爱喷消毒水，佮用倒布温啊切。会遮尔高工，唔是无原因的。武汉肺炎疫情压未落来，互桃园饭店业者的生意变甲少歹做的，带来很大的冲击，影响非常大。所以在有些的活动也都终止，几乎停摆，更加的惨重。坦白说，远超过2003年 SARS 的疫情。业者讲生意真正差足济，业绩一直落。本来饭店主要的人客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甲各国的旅客，不过即马航班变少，一个月房间订好佮取消的有要5000间，真正有去大减5成。公司的春酒嘛减300-400桌，业者海惨，敢若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。若无人客若是佮一直唔来，生意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做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